錢就要令你小預算去拿捏高指甲。緊急呼叫屏幕前中意翡翠又怕預算唔夠嘅朋友，今日睇睇錢錢同你哋帶嚟乜嘢？噔噔噔噔，全部都係滿綠帶種水嘅鑲嵌手鏈或者係頸鏈。首先係睇睇呢條白冰嘅葫蘆手鏈，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。當時我鑲嘅時候咧，用咗好重嘅金粗嘅手鏈，再加上咧綠色嘅蛋面點綴，咁佢戴上去嘅咧熒光感滿滿，仲有呢條咧好有質感嘅滿綠嘅小蛋面。你睇睇佢戴上去嘅時候係咪好精緻？全部都係18K 鑲嵌同埋天然嘅南非鑽，令你哋花小錢去試試滿綠種水貨嘅魅力。小葫蘆諧音福祿，戴住佢咧就係福祿相傳，將你嘅福氣、好運、財運全部帶上身。小蛋面圓潤飽滿，象徵生活圓滿。祝大家事事順遂。呢啲嘅手鏈咧，佢可以令到你上班嘅時候秒變優雅，亦都可以令到你日常着牛仔褲、着 T 恤嘅時候，能夠瞬間提升你嘅整體質感，將休閒風着出高級感。一條手鏈就可以搞掂 N 種場景，你話係咪800款？呢啲手鏈咧，將性價比、高顏值、好寓意同埋易搭配，全部都一條千位數就搞掂。另外仲有呢啲，我都諗住成本清俾大家。仲有滿色嘅戒指同埋日常佩戴嘅滿色嘅掛件，就好似我呢粒咁樣，錢錢都會一次過留俾大家。亦歡迎大家嚟坪洲揾錢錢，關注我賣翡翠唔踩坑。